现在伫咧高雄有一个1岁外细王的幼囡仔，今年1月初的时阵，因为发烧、哮喘喘，去高雄荣总予医生看。入院的时阵，因为这个囡仔喘气袂顺，家属问几啊届敢爱到血氧机，病院这边拢是因讲有咧监控。不过，家长讲这囡仔煞雄雄昏迷，带入去家护病房2个月，也是不幸过往。家属质疑讲，这治疗的过程有疏失，目前调解无效，决定要提告。查某囡仔伫病床差不多坐袂牢，喘气声真大声。当时1岁7个月，伊发烧，喘气真急，去高雄荣总挂急诊。医师诊断是急性右气管发炎，佮有哮喘，互伊住院。较无8点钟，煞雄雄规身躯软气昏去。他是口鼻是冒那个褐色的那个泡沫，他整个人就是已经黑掉，然后就叫都叫不醒。查某囡仔抢救了后，靠仪器维持性命。家属不忍伊受苦，今年3月赔讲。不过家属质疑住院的过程真侪问题，捌发现囡仔喘气正用力，问值班的护理师是不是需要装血氧机，对方回答病情伫监控无需要。所来囡仔佫流清汗，体温下降，佫再反应也是无装。就只有2.20量过一次血氧，3点量过一次血氧，真的没有问题吗？那我们查到的要以类固醇来做治疗，这部分也没有，氧气杖、氧气罩这些也都没有，所以我们后续不管是看了病历，跟我们儿科医师讨论，其实都跟他们的治疗差距非常大。家属怀疑病院的讲法反起反倒，查病历发现诊断医师治疗哮喘的方式，甲国际文献资料无共。虽然他那时候血氧是正常的，但他血氧是因为他呼吸费力很大代偿出来的结果。当并发症出现的时候，如果都没人发现，那最后就会导致心肺停止。经过3届病情说明会、1届协调会，家属认为无法度知影真相，决定提告。高雄市回应，囡仔是伫自侵儿科主治医师评估了后，依照医疗常规进行相关的检查甲治疗。团队嘛持续观察评估，查某囡仔的血氧、喘气情形稳定，急诊住院开始，拢有依照医疗常规好好诊治。病情变严重，对家属的悲伤表示会当理解。这个案经过市政府医疗争议调解会调解无成立，家属已经提起诉讼，本院表示尊重并配合司法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